各位老闆，你哋有冇試過喺一個星期五嘅下晝，啱啱準備出糧俾啲員工嘅時候，突然之間收到銀行經理嘅電話，佢好冷淡咁樣同你講：對唔住啊，我哋決定封鎖你公司嘅戶口啦，因為你嘅信用額已經爆咗啦。呢種感覺呢，就好似你喺深海入邊游緊水嘅時候，突然之間有人攞走咗你個氧氣筒一樣喎。大家好，我係 Mel 老闆，目前經營緊5間鋪頭。今日我哋就嚟到鞋狗嘅第3集啦。有好多人呢睇 Nike 覺得佢係運動界嘅王者，但係喺1970年代初期呢， Nike 就差啲喺高增長嘅過程入邊原地執笠啊。今日呢，我同你哋講嘅唔係成功學啦，而係我要帶你哋進入 Nike 創辦人亦都係作者嘅創業生涯入邊最黑暗嘅一段日子啊！我哋會睇下當銀行落井下石、政府落井下石嘅時候，一個創業者點樣靠住一絲嘅氣息翻盤呢？咁作者當年面對嘅問題呢，係所有做實體生意或者做貿易嘅老闆都會遇到嘅成長嘅詛咒嚟嘅。當時 Nike 嘅鞋咧就賣得好好啦，生意額咧每年都會翻1倍嘅。但係問題就係，每當佢賺到1蚊，其實自己就要攞翻2蚊出嚟去訂下一批貨啦。所以咧佢手上面係永遠都冇現金嘅。當時咧 Nike 嘅合作銀行咧係第一國民銀行嚟嘅。銀行經理咧就睇住 Nike 個戶口永遠都係0嘅，甚至咧經常都透支啦，所以佢哋就開始驚啦，唔明一間點解生意做得咁好嘅公司都會冇錢嘅。結果咧喺一次資金周轉最緊張嘅關頭咧，銀行突然之間宣布：我哋係唔會再借錢俾 Nike 噶啦，而且我哋一早已經通知咗 FBI 調查你哋係咪做緊欺詐。呢度咧 Mel 老闆就要同大家講一個好殘酷嘅事實啦，即係銀行從來都唔係你嘅 partner 嚟嘅，佢哋咧係生意人嚟嘅，佢哋只會喺你最唔等錢使嘅時候錦上添花啦。但係當你非常之需要一筆錢去度過最艱難嘅難關嘅時候咧，佢哋往往就係第一個抽走張凳嘅人啊。咁作者當年咧連出糧俾員工嘅錢都冇啊，甚至交電費嘅錢都俾唔起。呢一種絕望喺每一個擴張緊嘅創業者必經嘅一個考驗嚟嘅。好啦，咁就正喺銀行準備將作者踢出門口嘅時候，甚至報警嘅時候，作者又做出咗一個非常之關鍵嘅動作啦。佢咧冇匿埋喺間房入邊喊啦，而係攞住一份報表去日本嗰度揾商社，就叫日商岩井啦。咁當時日商岩井嘅負責人呢，叫伊藤先生啦。作者都好坦白咁樣同對方講，銀行呢封咗我個戶口，如果你唔幫我嘅話呢，我聽日就會執笠噶啦。我覺得呢度係成本書最感人嘅地方啦，因為伊藤先生呢親自去咗第一國民銀行嗰度，同嗰個傲慢嘅銀行經理講咗一句：你哋銀行睇唔起 Nike 嘅價值，係你哋嘅損失。你哋嘅欠款呢，我哋日商岩井代佢哋全部還清晒。點解日商岩井肯幫佢啊？其實唔係因為 Nike 份報表夠靚，而係因為咧作者平時建立嘅誠信啊。伊藤先生見到作者對產品嘅偏執啦，同埋 Nike 品牌背後嗰班鞋狗嘅生命力。所以 Mel 老闆咧就喺度提醒大家，做生意咧人物唔係指你識得幾多有錢人去飲食啦，而係當你跌到谷底嘅時候，全世界都踩你一腳嗰陣咧，你有冇一個戰友願意攞副身家出嚟拉你一把呢？呢種信任係靠你平時一分一毫咁樣累積翻嚟嘅，而唔係危急關頭嘅時候求翻嚟嘅。好啦，咁佢搞掂咗銀行嗰邊啦，你以為佢就可以唞一啖氣啦咩？其實咧背後仲有好多大老闆啦，例如當時眼紅 Nike 增長得太快嘅 Adidas 啊，佢哋最大嘅競爭對手啦。於是咧佢串通咗美國政府，利用一條
叫做美國銷售價格嘅一條關稅啦。咁呢條關稅咧非常之古老嘅，咁佢就指控 Nike 逃稅咯。美國海關咧就直接寄咗張罰單俾作者啦，總數係$2500萬。你要知道當時 Nike 成間公司嘅價值其實都未必有$2500萬啦。呢張罰單咧其實就等於叫作者直接將公司條鎖匙交俾政府。有好多人咧遇到呢啲情況咧，都會選擇私底下求饒啦，或者慢慢分期付款啦。但係咧，作者嗰陣就做咗一個最硬氣嘅決定，佢決定同美國政府開戰啊！佢親自去到華盛頓啦，揾國會議員，甚至拍廣告向公眾揭露政府點樣打壓本土小型嘅企業。佢將一場法律嘅訴訟升級成為一場民意嘅戰爭。呢一個亦都係創業者咧嘅一個博弈思維啊！當你遇到無法對抗嘅強權嘅時候，你就要將呢件事搞大啦，令到對方唔敢食咗你。咁最後咧，作者就親自帶咗隊去同呢個財政部嘅官員談判啦。作者喺書入邊都寫到，佢當時咧其實心入邊係好驚，甚至驚到手震。因為當咧如果談判失敗咗嘅時候，佢15年嘅心血咧就會化為烏有噶啦。但係佢都表現得非常之強硬，甚至咧喺談判桌上面要挾對方，話如果你一定要罰我$2500萬嘅話，我就將 Nike 執咗佢。全美國幾千個工人同一日入邊即將會失業啦，睇下到時公眾會點樣睇你哋。咁故事咧最終迎嚟一個結局，就係經過幾日嘅心理攻防之後咧，海關最後退縮咗啦。佢哋將呢$2500萬嘅罰款咧降到去$90萬和解啦。呢個 case 咧就教識我哋喺商場上邊冇所謂嘅死局啦，淨係得你夠唔夠膽去談判。只要你手上面有籌碼，例如你嘅品牌影響力啦，即使面對政府，你一樣有開價嘅空間嘅。咁總結下今集啦，因為我哋第一就係認清咗銀行咧係雨天收遮嘅本質啦，唔好過度依賴單一嘅融資渠道啦。第二就係平時咧，我哋累積翻嚟嘅信用咧，喺關鍵時刻咧先至會有，例如日商癌井嘅救命啦。第三就係面對住不公義嘅強權嘅時候，要敢於反擊同埋博弈啊！咁死過翻身之後咧，Nike 終於都要迎嚟最大嘅轉折點咧，就係上市啊！雖然咧可以攞到好多錢啦，但係作者咧竟然好反對公司上市喎。究竟點解呢？咁我哋下一集咧就會講下 Nike 上市嘅掙扎啦，同埋點樣喺股東利益同埋品牌初心之間做抉擇啊！好啦，咁今集就差唔多嚟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條片嘅話咧，可以打翻開個通知啦。咁我一出新片咧，就會即刻通知你哋噶啦。如果你哋有啲咩書仲想聽嘅話，可以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啊。我係咩老闆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